来，这件是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防指控霸凌，伊有一个助理已经来过身，助理的太太出面指控着叶元之冷血，讲伊的翁婿想要请假去看病，是直接互洗头路。伊阁来点出着对话的记录，指控叶元之讲话来侮辱着伊的翁婿。叶元之是来驳回讲，这个指控完全不是事实。 不是事实的东西，说我们是惯老板，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了。一直中心公无对已经过身的谢本的前助理霸凌，国民党立委叶元之阁找其他同期的助理来背书，不过前助理魏松用对话截图指控在职期间。 一直受到言语侮辱，依照社群软体内容，谢本的助理伫1月初9入院的进前一天，捌表示腰会痛，要暂时离开办公室。后来就传新闻稿，不过叶元之也回应讲，这已经写过啊，唔通逐工拢咧应付我，敢会当伫会期结束前写几条独家议题，看你的功能。 助理魏松进一步讲，迄暝9点后，又搁咧问法案的进度，因先是因为安尼加班到半暝。 这种对话，大家我觉得可受公，这绝对没有精神虐待。如果对这个就是完全是工作的状况。伊讲指控拢唔是事实，不过前助理的太太提出时间表，今年1月7日团公买时节，固定工被预留，不过为元旦起，为本来月俸6万块降为2万9。谢本的助理伫2月25过身后，因为要办劳保退保，因太太查资料才发现讲唔对，因先生已经伫1月70送急诊迄天就被退保13退出工作群众。 他1月1号就请辞，是我1月2号跟他讲，你不能这样说辞就辞。他讲说他随时走，那我何必还要去讲说你请辞比请假快？这种无中生有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是哪来的。我1月10号后有在密他，我就说，旭哥你状况还好吗？可他没回。然后之后我在密他，是问他电脑密码，然后他也没回。之后就得知说，原来他过世了，所以是真的非常的压抑。劳动局今年3月嘛到叶元之办公室劳检。 以无这个登开设备甲出勤记录为理由，罚9万块。叶元之强调讲，办公室的上班时间无固定，嘛袂黑白扣薪水，其他的助理嘛会当证明。我们要少接了，没心情了。讲出伊的心声，要投票啊，争议是一件过一件，大个分神回访选区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